7月31號星期六，上個禮拜美國國庫債券息口再次上升啦，30年期國庫債券息率上到5厘，而圖表中嘅10年期國庫債券息率升到去4厘7，咁啊兩個都係半年新高。息口上升對美股、金價同埋其他嘅外匯都構成壓力啊。不過三大美國指數咧星期五都能夠收復部分失地。美金主要對日本 yen 下跌啦，咁金價咧依然企穩喺4000蚊邊。先我免責聲明，本票內容純粹經驗分享同埋教學內容，唔會構成買賣建議，投資者入市之前記緊留意清楚自己承擔風險嘅能力。我哋逐個睇一睇10年期國庫債券息率4厘7，收市嘅時候咧企穩響呢啲位上邊嘅。咁下個目標有機會咧嘗試呢個5厘嘅。咁下邊支持位咧就係4厘7同埋咧4厘半。跟住睇睇道指期貨，咁其實都係窄幅上落，冇乜大嘅變化。支持位依然睇52,000，阻力位54,000，突破54,000甚至有機會短線嘗試56,000。下邊低一級支持位睇50,000點。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同樣係橫向上落，支持位喺呢個7,300到7,400點附近，阻力位咧就係近期嘅歷史高位啦。咁啊做咗3個頂㗎啦，向呢個7,650點附近，估計未來一段時間呢都係繼續橫向發展，突破到呢個範圍咧，低啲嘅支持位7,200同埋7,000，上邊高一啲嘅阻力位睇7,900。納斯達克指數期貨，咁3個指數裏邊咧佢係偏弱啦，因為好多科技股咧都大幅嘅調整，咁跌穿咗呢個28,000點咧，禮拜四五都係收復翻嘅。預期短線咧喺26,500到29,200之間度上落，闊啲嘅範圍下邊有機會跌到去24,000，上邊歷史高位咧喺31,000。恒生指數期貨咁反彈到26,000，見到有啲阻力啦，突破到嘅有機會上27,000，否則會喺25,000到26,000之間徘徊。股票呈個別發展啦，蘋果、微軟嗰啲都係有壓力嘅 ，NVIDIA 佢咧就係橫向上落。Amazon 嗰啲咧嘅急速反彈，睇睇呢個蘋果啦，咁啊裂口下跌去到300蚊邊，估計有機會試翻6月份嘅低位，約摸270到280之間，上邊阻力340。Amazon 禮拜五係急速上升啊，有機會試一試280啦。如果穿到嘅話咧，短期目標咧會上到去310。如果佢橫向發展，甚至補翻個裂口咧，有機會回落翻到去240蚊附近。Alphabet 星期五係急速反彈，阻力位370，破位有機會挑戰歷史頂部，約莫400蚊附近。下邊支持位340同埋310。Meta Platform 先跌，禮拜五咧有輕微反彈啦，不過咧580蚊嗰個裂口咧仲未補到嘅。預期短線上落範圍520到580，闊啲嘅範圍480到呢個640。微軟亦都係急升嘅，咁仲輕微做咗個新高。預期短線咧有機會嘗試490以至530。如果回補裂口嘅機會咧落翻去睇一睇呢個400蚊。Netflix 響低位徘徊，預期上落範圍65蚊到82蚊，闊啲範圍56到91。Tesla 暫時290蚊咧揾到支持嘅，有機會咧反彈翻去370蚊，補翻個裂口先，之後會繼續響呢一個範圍290到370之間上落，闊啲嘅範圍250至450。NVIDIA 6月份開始區間上落，190到210呢啲位咧都仲未突破到嘅，預期繼續響呢個水平橫行，闊啲嘅範圍睇165到240。Avigo 上落範圍360到420，闊啲嘅範圍睇320到460。美光跌到落700蚊有反彈啦，咁預期短線會圍繞住900蚊就到上落，大啲嘅範圍睇700蚊到1200蚊。Palantir 試咗幾次140蚊咧都上唔到去，咁啊試翻到嚟120，預期咧繼續喺呢個範圍度上落，闊啲嘅範圍睇110到150。PANW 上落範圍320到370，闊啲嘅範圍270到400蚊。SanDisk 落到1000蚊咧有支持，咁啊不過咧1,400蚊、1,500蚊咧有啲反覆，今日禮拜五出咗支陰燭，預期咧有機會咧試翻1000蚊啦，破位會落到去800蚊，上邊阻力1500。CUG 上落範圍240，
到280，闊啲嘅範圍200蚊到330。GEV 響區間度上落啦，不過咧日間嘅波幅，日線圖上面波幅非常之大，上落範圍800蚊到1200蚊。SYM 上落範圍38到45，闊啲嘅範圍30到55。FCX 上落範圍56到64，闊啲嘅範圍50蚊到70。SCCO 上落範圍160到200蚊。跟住睇睇外匯嘅走勢，美匯指數咁就連續出現咗4支陰燭，支持位暫時喺99.5，破位又落到去98，上邊阻力101.5到102。歐羅禮拜3、4咧係上升嘅，禮拜5做一個十字星，咁預期短線上落範圍1.1450到1.16，闊啲嘅範圍咧下邊1.13，上邊1.18。英鎊對美元波幅比較大，上落範圍1.33到1.35，闊啲嘅範圍1.32去到1.37。美元對瑞郎又有個調整啦，出現咗個黃昏之星，跟住掉頭跌到落嚟0.8050，下邊支持位0.8、0.79，阻力位0.81、0.82。美元對日元收市嘅時候去到157附近，估計下個禮拜有機會試翻155到154嗰啲位，上邊阻力160、163。美元對加元暫時企喺1.4，破位有機會落到1.39，上邊阻力1.4150。澳元對美元估計都係維持區間上落，範圍響0.69到0.72。紐元對美元0.57、0.56附近揾到支持位咧，向上反彈，預期有機會試0.59到0.6呢啲嘅阻力。金價咁啊，雖然美金有時偏強，有時偏弱啊，佢依然咧維持咧向呢個4000蚊到4200蚊度上落，跌穿呢個4000蚊有機會落到去3600嘅，上邊阻力位4400。白銀上落範圍56到60，而闊啲嘅範圍50蚊到70蚊。紐約原油期貨上落範圍80到90，而闊啲嘅範圍68到104。布蘭特原油上落範圍80到88，闊啲嘅範圍72到100蚊。Bitcoin 67000阻力算係強啦，6月份試過一次，跟住咧7月份試過一次，預期會翻落去呢個62000啦，咁啊再低少少嘅試翻近期低位57000，阻力67000。以太幣喺呢個1700到2000蚊度之間上落。好，呢段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嘅收睇。